请自我介绍一下。大家平安。我有那个 PPT 有吗？上面有。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名字叫李怡2个字。然后我是大概去年的5月第一次来江南教会，然后我去年7月开始就是有稳定聚会这样，然后我现在是刚考上大学，就是等于我是在我的高3，就是课业压力非常重的那一年来到教会的。然后从我的分享就是从刚刚那张照片开始，就是我昨天才从台东刚回来，在过去的1个礼拜里，我在台东体育中学，就是我参加一个服务队，然后据我所知，那个教会的那个东盟营队，就是8月底，你们去可能问一下佩姐吧，是一个，反正好像是教会，你们也要出服务队去那边。然后我不是参加教会的服务队，但是我刚好也是在台东体中度过，也是参加服务队，所以我先从这个分享开始。然后这张照片就是那里的浴室，就是没有莲蓬头。我第一天去我就觉得我好想回家，怎么会没有莲蓬头？可能以前住得太舒服了，不知道原来在那边洗澡这么辛苦。对，就要装水，然后一个是热水，一个水龙头是冷水，所以你要自己去混合那个适合的温度。好，下一张，这就是那边的环境。他们是体育学校，所以整个学校非常大，然后非常辽阔，然后都是那个山在环绕着。然后可是他们学校附近是市家田，然后这几个暑假好像是刚好是苍蝇的季节。那边非常非常多苍蝇，在那边吃饭，你要用打菜的，然后是整个群魔乱舞在上面飞，你跟苍蝇一起吃饭，那种情况。好，再下一张，这是他们有棒球队，下一张，然后射箭队，然后我们带的小队员就是这些有专长体育项目的人，他们未来都是会。可能走体育的路，这样选国手啊那类上去的。下一张，然后这是我在他们射箭馆看到的，那边小孩很可爱，他们的信念还蛮单纯的，可能那个环境东部跟西部比较不一样，他们比较他们没有那么丰富的资讯，可是他们的个性啊想法都非常单纯，他们练体育很辛苦，可是他们也知道要坚持下去。下一张，这是他们的柔道馆。他们都是用下午的时间练习，我们是用早上跟晚上去带营队，就跟他们一起玩。然后下午时间他们的专项练习的时候，我们就会去看他们。他们其实大部分人的背景他们是住在学校的，也许有的人是有父母亲，可是可能父母是在外地工作，或他们不会那么长跟父母住在一起，所以大部分的时间他们其实很独立。我大概是国中生，他们其实跟我弟差不多大，可是我觉得他们每个人都很成熟，可能都自己生活吧。下一张。然后这边是我在那边遇到一个，我觉得那个原住民都很帅啦，我知道那个我们手上拿着那个In Jesus Name I Pray 的那个手环，我刚好遇到一个跟我一样手环的人，所以我就跟他照了一张相，这样。好，下一张。这是很特别，台东体中那天晚上刚好是那个射箭的奥运在连线转播。其实我们不是要看这个郭正伟射箭，然后我们是要看这个的节目的下一个10点半的时候有一个女生举重叫郭幸纯，她后来没有夺牌，可是那个郭幸纯是从台东体中毕业的，所以是他们的学姐，所以他们一群人在为学姐加油这样，然后我们就跟着他们一起看 live。好，下一张。然后这边小孩他们很幼稚，牌子写请勿嬉戏奔跑，他们就会把雾整个就涂掉。然后我在校园看到好几张这样子的牌子，其实那里的服务队还蛮不好带的，因为那边的小孩真的很调皮，他不会乖乖的跟你在同一组。你说现在我们要来玩团康咯，然后他就开始跑给你追，你要一直去追他们回来。然后这也是我碰到非常大的挫折，一开始会觉得所有营队的活动你都没有办法进行下去，你要上课给他们听，他们就不听就睡觉，或是
就是你要玩游戏，他就不配合你，然后就是后来我才知道，他们只是为了要引起你的注意，就是他们所有的不正常的行为，全部都是希望你能关心他，或是你去追他，他就觉得很开心，就是有人这样跟着我。下一张，然后我现在要分享这个，别过头去那个粉红色泳镜那个弟弟的故事，因为他是我就是遇到。就是我从来没有遇到这么特别的一个男生，就是一开始去的时候，他就是那个所有不听话里面最不听话的，他就永远都用一个很不屑的眼神看着你，然后你就觉得说，哦，我怀着满腔热血想要来就是跟你玩啊，关心你听你说话，然后你居然理都不理我。然后就是我们会写引手册嘛，就是希望他们可以写一点话给我们，然后我们队服就可以回他们一些话。然后他永远都是空白的，然后还会把引手册揉烂，这样就是很难带，然后你也不知道怎么接近他，因为你一接近他，想要跟他讲话，他就会等你，或是就远离你这样。然后后来，但是因为他是练那个现代五项，就是有游泳、马术、射击、跑步，还有什么忘记了，就是所以我们下午去看，还是会去看他练习。然后他就不给我们拍照，所以就不让我拍，所以我就一直没有拍到他正面的照片。只是后来就是才发现他其实非常希望我们去看他练习，虽然他白天表现的就是完全不理你，一句话都不跟你讲，可是有一天我们下午没有去看他，他就隔天就会说什么啊，你昨天都没有来啊，什么我现在才不要理你什么之类，就是越来越发现他其实很想要看到我们去看他。然后就是其实每天相处差不多是这样，就是我们队服就是非常可怜，就是因为小孩都不理你，然后你想要就是好好带营队，然后也带不下去。然后但是后来就是他们每个人几乎引手册都不会写话，我们可能写得满满的，就是想要跟他们聊天啊，想要试着接触他们，帮助他们，可是他们都没有回。然后我们就在想，隔天到底还要不要继续写下去？而且带了一整天营队已经很累了，然后还是要继续就是去回他们引手册，所以我们引手册可能都写到1-2点，然后可是。就是在最后一天，就是最后一天晚上，就是隔天我们就要走了。然后那天晚上就是比较感伤的时间。然后这个弟弟他就突然就是提议说，他要带我们去逛校园，就是晚上的台东体中就是很大，然后还蛮漂亮的。这个他就我们就一起走，然后他突然就跟我说，我们好像是在聊天啦，就是说我问他说，那你6日要不要回家？然后他就说，应该不会吧。我就说，为什么？你多久没回家？然后他就说，因为我没有家。然后我就突然吓到，然后我就想说怎么了？然后我就问他说，什么意思？然后他就说，他没有妈妈，就是他跟爸爸妈妈可能是离婚吧。然后就是他已经不记得他妈妈长什么样子。然后他爸爸在坐牢，就是好像是卖毒这样，就是所以他其实是一个没有，就是他都住在学校，不太回家的人。然后后来就是从这个话题开始跟他聊了一些他家里的事。然后那时候我就突然间，就那天晚上突然间懂说为什么他一直表现出很不屑的样子，就是因为就是其实就是我知道他老师好像他是那种老师眼中的问题学生，然后就被记警告啊、记小过什么的，就是好像是因为就是他觉得都没有人就是他没有人会关心他，因为他没有跟父母住在一起，所以他就自然而然的表现的他不需要，就是所以他就表现得很不屑，就是你有没有关心他都没关系，可是他其实心里还蛮渴望得到你的关心的。然后那天晚上我觉得就是我第一次了解，就是说原来去带服务队，并不是说你形式上的去服务他，就是带完这活动就好了，而是说你真的会去看到，用你的眼睛，然后看到这个世界还有很多角落是就是跟你不一样的人，然后他们是可能很需要一些关心，可是他其实就是我觉得我啦，就是父母的关心对我来说，有时候我就觉得他们很啰嗦。然后可是这个弟弟他是根本就没有人会去对他啰嗦什么的。然后那天晚上我就不知道，那天晚上在10点多，然后我就偷偷跑到校园的一个角落，然后就突然打电话回家。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那一天会讲，就是我从来没有跟我的父母亲说过我爱他们。然后那天晚上我居然就打电话回家，然后我就跟我妈就一边哭一边跟她说，我真的觉得我好爱你们，我好幸福这样。然后我妈就被我吓到，她想说怎么了？然后她就跟我说，
没关系啊，我们知道你会用这样的爱去对待你遇到的人，然后下一张，然后这些就是我们离开的时候。最后一天晚上，就是我打电话回家哭完之后，那天晚上没有睡觉，因为在写信给他们，就是我碰到的小队员，这样，就是希望能够在我们走之后，他还是能够把信写得满满的。其实写这么多信，他们回给我们的话，其实就1、2句而已，还蛮不公平的，我觉得，害我写的手这么酸。然后，下一张，但是我走了以后。那个弟弟就传简讯，就是我们是1点多从台东离开，然后他2点多传简讯说我要去练习了，就是他下午要练他的游泳，然后5点的时候又传一封简讯说我练习完了，就是还蛮可爱。然后我回到家之后，就是他又我就跟他说我回到家了，然后这几天很开心认识你，然后他就回说谢谢你啊什么，就是。他突然间变成一个就是不那么调皮，然后就是很贴心的一个弟弟。然后在我今天下午来教会前，我在火车上，然后他传一封简讯说，我觉得好无聊，我好想念你们。然后我就觉得很感动，就是跟我认识他完全不一样。然后我就跟他说，我晚上要去教会，然后我要做见证，我想要分享你的故事这样。然后他就回说，其实我也是基督徒不过我已经很久没有去教会了，因为他没有回家。然后我就跟他说，那你无聊的话，就是可以去教会啊，那里的人都很好，就是上帝会爱你。然后他就回说，好，那我现在要去教会了。然后我就觉得就是我觉得我又再一次经历那种就是我觉得可以为神做见证的一件事。然后这一句话用生命影响生命，是我这5天来体会最深的一件事情。就是你真的可以用，就是来自耶稣的爱，然后去爱你，就是可能一个根本就不认识，而且他在台东，我们相距这么遥远，就是爱是没有距离的。你只要用你那颗心去关心他，你用你的这种热情，然后去影响他，他就本来再怎么不屑，再怎么不在乎，他都可以感受到你是关心他还是爱他。再下一张。这句话是我第一次来教会的时候，不是会送新朋友那个书签吗？然后我就是拿到这一句话，然后我就是过去1年来，我时时刻刻都是记得这一句话。然后遇到什么事情，像去营队碰到困难，不知道怎么带下去，还是一样就是祷告，就是希望神就是告诉我为什么在那么困难，就是不知道该怎么继续下去的那个地方，但是我还是能够继续坚持下去。所以我还有时间吗？这样是结束。好，我就今天先分享到这里好了。谢谢你们。